那可不一定。这杀猪的比他膘厚，花花太岁呀比他风趣。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，但比他实在。你就故意气我吧你！您跟人家来虚的，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。小姐，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胡说什么呀？我什么喜不喜欢的？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？嗨，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。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。再说了，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？哎呀，你就别咬文嚼字了，很讨厌。干爹，慢点，慢点。寨主来了。爹，姐，我还不想吃饭呢。谁叫你吃饭了？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杨宗保。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？爹，这不能放，千万不能放。孩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，男人可都战死了。知道。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，谁担得起？谁担？谁担呐？哎呦，看您说的那么大，我又不杀他。那不杀给人放了？你别管，我就是不能放，是他先惹咱们的。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？就是啊，就是哦，你这是拿着鞋领当鞋面你啊？他那是报复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我不管，他比武招亲赢了我，他就得认。爹，您就说句话，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？他合不合适啊？合适，合适个啥？合适。我可跟你说啊，闺女，爹爹可是个山大王，人家是将门之后，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？爹，这果子呀，我还吃定了，您就走着瞧吧啊！木瓜，木瓜，哦，干爹。咱走吧啊！爹，走吧，你回去休息吧啊！寨主慢走，放心，走吧，我不伤他啊！你这个干爹，我跟你说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啊！爹，您歇着啊！好，寨主，走好，慢走。干爹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千万别生气。不行，我行了，干爹，哎呀，走吧啊，赶紧走。干爹，慢着点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走吧。留神啊！别生气了，一会儿把这个宰了，把它给我宰了啊！干爹，咱走吧，咱。你在这儿看着啊！我去看看。放了我！哟，这是个捆猪的扣啊！哼，我给你松松。我敢把你放了。你算是谁啊？呸！行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，像老杨家的后代。哼，给你松松，你不乐意。我说把你放了，你又吐了我一脸。好小子，哼，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啊，哼！哎，你过来把我解了。你呀，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不能过分啊，听见没有？不去，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去！哎呀，去！快点下去。我下去了啊，快下去。别费事儿了，拴你用的连环扣啊，是拴猪的，嘿，越动越紧。行了，别动了，
杨将军，口渴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碗水啊。杨将军，喝水。哦，你不方便呐，那我喂你啊。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！你喝不喝啊？啊？别揪耳朵！你喝不喝？不喝，不喝。哎呦，这都洒出来了，我给你擦擦啊！别动，我给你擦擦啊！杨将军年方几何呀？别吹了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！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还没有娶妻吧？哎，你没长耳朵是不是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呢？别揪耳朵！你是将门之子，该懂礼数。我问你，要回话，不回，别怪本姑娘不客气。转过脸来，转过脸来，又该揪耳朵了啊！这不就得了？说有没有婚配？没有。这不就得了？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咋样？既然你没人要，就嫁给我们小姐吧。胡说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像个公子吗？哼，我们小姐不嫌弃你。谁说只能女嫁男？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无稽之谈。啥叫无稽之谈？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，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？我一个将门之子，怎么能娶一个寨匪之女？怎么就不能娶寨匪之女了？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？能比吗？怎么就不能比了？好，对，是不能比。我们小姐呀，比你奶奶年轻多了。就她那个野丫头样，谁说我们小姐野了？不野吗？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？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？啊，不野才能把我，啊？你，她就不是一个女人。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？啊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？太不像话了！你，谁说我不像女人了？我说的。你凭什么侮辱我呀？你再说，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？来宰了我，来宰了我！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，我求你了，宰了我！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小姐，怕了吧？宗保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来。吓坏了吧？告诉你吧，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，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。看看吧，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啦。没明白呀？我教你吧。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。这说了实话，脸上多没光彩呀！而且呀，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。还不服气呀？行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，本姑娘候着，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，你信不信？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，如果有下一次，我一定打败你！哼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，你别误会了。不是我看上你了，这都怪你。
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，你要是不捣乱的话，也没那么多事儿。况且，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，差太远了。比你长得帅的，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。哎呀，也就是你赢了我，我就自认倒霉了，明白了吗？还不会吗？好，接着，记住了，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。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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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。木管儿，明白。杀呀！杀呀！哎，别伤着人啊！真打呀？你开玩笑！姑奶奶，我正愁没地撒火呢。来呀，来，砍了他们！哎，刚进门就想上炕啊？杨梅，到吧了。谁说轻松不老？谁说宗保很好？我们是木库寨的姑娘，立马帅哥去跑！奶奶，哎，你好，宗保，副帅，我孙子伤着没有啊？副帅，给我兵马，我要去踏平木柯寨，擒了那泼妇。胡说八道！兵马是用来御辽，攻打木柯寨没有道理。不给我人手马，我自己去。你敢？宗保，擅自调兵，按律当斩。你要斩我，你斩！你哎呀，打我！老爷，快打我！你这个死犟孩子！不走！你不给我兵，我就不走！你真找死啊！你杀了我！我来呀！你们造反了！哎呀，你！六郎不孝，母亲息怒。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？你不是刚刚挂帅？你爹当元帅的时候，是你娘我辅佐的。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，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！哎，孩儿不敢。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，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？这看看这，六弟，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，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！哼，你还真动刀动剑啊！来，给你砍，给你砍啊！我看你如何散得了这个手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来，六哥，你要斩宗保，好，来，把我们全杀了！哎呀，把我们全杀了！你行了，别姐姐妹们说的都对，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，你这样对宗保，该受谴责。你看六哥，哼，你们这样惯他，把他惯坏了。宗保要去报仇，事出有因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，上的野鸭子多少气呀！哎呀，奶奶，六弟，八妹说的对，那宗保去木柯寨，那肯定是受了气了。宗保啊，你勇敢，奶奶高兴啊。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，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？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，这是上上策呀。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，你得学点本事。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，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，跟木寨主说说缘由，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？哎，宗保，哦，你上将军，小王爷，就给兄弟说说。就，哎呀，不跟你说，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。
我怎么能不知道啊？我和他交过手，他那么善于用计，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。他没杀你，另有所图吧？看上你了，我就说嘛，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？从我第一眼看到她，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。说实话，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。赵飞，你干嘛呀？她是山匪之女，阻碍出征，罪不可赦。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，她太吸引人了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你什么眼光啊？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，可论这评判女孩，你差我远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这穆桂英啊，乃是一块璞玉，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。是吗？嗯。走。宗马，我求你一件事行吗？答应我，她你不许喜欢。我喜欢她，你给我机会，我会把她杀了，你信吗？你可是答应我了啊！答应我了。嗯，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看你杀不了她，你别被她伤着就行了。哎，你给我等着，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。小王爷，哥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妹妹啊，我不来不行啊。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。他怎么了？木刻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，你知道吧？她可能看上宗保了。什么？这……炸！还在想那野丫头？好上了？说什么呢？你俩没真打，要真打，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。我没说错的话，他还挺怜惜你啊。怎么盔甲挨了10几刀，却没伤1寸体肤呢？哼，这也难怪了。人家正比武招亲呢，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，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。你胡说！你敢狡辩？滚！你不可理喻。杨宗保，你什么你啊？公主。你说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，多长时间了还不攻寨？哟，着急啦？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？我就是想跟他斗斗。既然小姐不说实话，那彩云告辞了。你敢？哎呦，还打不住你了。小姐，咱得沉住气。只要降龙木在山寨，他杨宗保不会不来。小姐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小姐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。啊，在哪儿呢？在降龙壁上。哎呦，这老头儿啊，真是的！小姐。降龙木啊，降龙木，你这千年老木啊，你是我木刻寨的镇寨之宝啊！有了你，我们木刻寨没有瘟疫，没有天火，没有旱涝，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！我是谁呀？
木柯寨的寨主。可是今天，我得把你送走。木柯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，要骂我，要诅咒我，说我是木柯寨的叛逆呀！谁敢动我的降龙木？都起来！小姐，爹，小姐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把他送给杨家。爹，这杨家兵一来，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？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？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，他就是生出来了，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？降龙木那是杨家药，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。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，他才不往生1000年呢。行了吧，爹，我知道你啥意思，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，给人求和是不是？怕了就说怕了。怕，桂英，从你没生下来，你爹就跟朝廷作对，我怕过吗？啊？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，我怕过吗？我眨了一下眼睛，我退了半步嘛。行了，您就别想当年的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呢。我看你啊，现在就是胆小了。好了，跟你说不通，不跟你说了。来人，在，办。是。谁敢？你搁着锅台上炕啊！这是，你想造反呐？我今儿就造反了，爹，你把菜园子改坟地。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，我就立马出寨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我小姐，老头，你最心疼小姐了，寨主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啊！我走就走，你们都别拦着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啊！别让小姐走啊！闺女，好闺女，我跟你说，再商量。好，孩子，再说啊。你二人办事，我最放心了。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，一是赔礼，二是借来降龙木。儿媳明白。我也去。你去干什么？奶奶，祸是宗保惹的，我去赔礼，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。你就不要去了。他要是去了，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。就你看宗保不顺眼，你像他这么大，还不如他呢。六弟，你忘了，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，见到辽军，裤子都尿湿了。孩子多见见世面，才能长大。大娘、三娘，你们就带宗保去吧。啊，是，谢谢奶奶。走，走。宗保，穆小姐奚落了你，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咱们是去借降龙木，别坏了预疗大事。二位婶娘放心，宗保明白。宗保，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？有17、18个吧。我猜也是。穆桂英武艺再高强，没人帮忙，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？就是那个二位婶娘啊，咱们歇会儿吧。累了？不是，这不是有个湖吗？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，打足精神。到了木柯寨，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。啊，也好。好，下马休息。好。说，哎，哎，二位婶娘，来喝口水。宗保这么懂事啊！啊，坐下。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？快！是啊，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，我看他真是烧包。二位婶娘，说实话，我都觉得我那个爹，他不是我的亲爹。哟，宗保，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。那六妹啊，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啊！我爹娘啊，
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，我就不认他们，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。那感情好啊！就是啊，好啊。头晕啊！哎，大娘怎么了？宗宝，大娘，哎，大娘，宗宝，哎呦，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。三娘，三娘，三娘，三娘！怎么了？啊，这是啊。嘘，二位婶娘累了，让他们多睡会儿。好，过来，走，过来，快走。来，过来，把他给分了。少将军，这是给穆寨主的礼，分了岂不犯了大罪？你不要，那一边去。你过来，把它分了。那些羊，留2只宰了，其他的全部送老乡。少将军，这成吗？有什么不成的？我是征辽前锋，你们谁敢违令？谁？你敢吗？不敢。可是，这是老太君吩咐的。我是杨家的独苗，在天不服我说1不2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分呐！哼！来，大家都有啊！来，给你。来，兄弟们，都过来啊，兄弟们！来，给我的。你们过去2个人去赶羊去，快去！哎，你快去，走。嘿，小姐，杨宗保来了！啊，快！哎呀，还没到呢。哎呀，那在哪儿呢？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。哎，小姐，是不是趁他们不备，咱们去偷袭一下呀？哎呀，小姐还没决定呢，你决定了。彩云，再去打探，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。遵命。哎，走。哦！哎呀，巧巧，采花。是小姐。各位兄弟们，我说我的，你们吃你们的。好，好。咱们征辽大军，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，送礼求人，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所以，与其送礼求人，不如咱们踏平木柯寨，好不好？对，踏平木柯寨。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，本将军能憋死。所以，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。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？愿意。吃好喝好，等咱们擒了穆桂英，咱们再喝庆功酒，行不行？擒住穆桂英！大娘，三娘，大娘，嫂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来，帮我唱。哟，这儿，好看吗？真美。寨前记得初相遇，便只盼再相聚。和妻小会幽欢，莫想离情别绪。正值木柯春色满，只恐风光归去。这，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？
说，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？玉辽等用降龙木，你却把银子分了，羊吃了，送人了，真是把你给宠坏了。玉辽这事你都敢讲？二位婶娘，要是再多睡一会儿，穆桂英都被擒住了，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。你们醒得早啊，乱了我的大计不说，还说我搅了个局。哎，你还敢顶嘴啊你？看我不打你！哎，还跟三娘甩脸子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呀？啊，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，你爹该如何解释啊？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。哎，嫂子，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，都成废话了。弟妹，你马上赶回天波府，向太君禀报，再送些牛羊来。好吧。你干嘛呀？干嘛？肆意妄为！我打你！赶快去吧，别让六弟碰上。好，走，跟我走。哎，夫人，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，都在这儿。夫人，这是我的。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？这收回去。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，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。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？把钱收回去，让家人添衣买粮。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？奋勇杀敌，报答夫人！奋勇杀敌，报答夫人！谢谢弟兄们。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，就地安营扎寨。解散，安营扎寨。好了，走。你马上去木河寨，向木寨主禀报，就说我们赔礼来了。今天人困马乏，休息一晚，明日前去拜访。遵命。玩豆娘了，还不来？花开花谢自有时，人来人往任由之。小姐，小姐，来啦！杨家使者到了，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。去看看。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，可山路崎岖，人困马乏。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，明日再来拜访。好，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，明日我下山迎候。除了两位夫人，还来了什么人？哦，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。真的？哦，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。为什么不来呀？为什么不来？问你话呢？他犯了一点小错。犯错了？他犯什么错了？我说不清，反正他不来了。你不来了，你走。哎，桂英不得无礼。白了。彩云啊，彩云啊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呀，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，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。啊？你又要去偷袭啊？哎呀，人家明天就来赔礼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，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。你想想看呀，这降龙木要是走了，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？开去吧。好。啊，不叫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喽。这，把马拴好。把马拴好。哎，彩云，一会儿我东，你西，咱们10哨为主。明白。去。走。过来，走，快点来，跟上。走。
小红，你要乖乖的把送你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！丑死了！行了吧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宗宝，你武艺高强，又懂兵法，可就是资质力差。你现在是御辽的先锋官，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，否则御辽军厮杀，你肯定会吃大亏。快点儿！走，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哎呀！哎，宗宝！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，走，走！哎，走！回来！全给我回来！看看吧，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。好好后面看看。鱼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啊？好好的看看啊！签好了，签好了。哎，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。哇，好可爱！这可是杨宗保的马。哎，小姐，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马了呀？想骑是吧？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，这得马上溜溜啊。今天晚上也晚了，得了，回去睡觉，把马牵回去吧。慢着！哎呀，明天再骑吧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？什么呀，爹，你误会了。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，然后那个田伯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。对，你真奇怪呀，爹。瞎说，谁信呐？我真没瞎说，不信你问彩云呀。是这样的啊。你是这样的？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？哎呀，老赵让您给拆穿了。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，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。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，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，可平了。你要把爹气死！我跟你说吧，你生什么气呀？头发都竖起来了，气的！你别生气了，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？我给送回去啊？你这不合适，你说是呢？你别生气了，你干嘛呀？你看，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瞪得那么大，赶紧回去睡去啊！哎，主，哎呀，打我！你怎么这样生气啊？快点回去了，回去好好睡觉啊，爹。小姐，那马怎么办啊？好草好料，伺候着。哎，三娘，宗保，宗保，哟，真是宗保。就对，小王爷，嫂子，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，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的。碰到六弟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宗保，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。怎么了这是？你看看你们，还叫杨家军吗？宗保，宗保，你瞧你失魂落魄的，你还哪像先锋官呢？笑什么笑？昨夜，穆桂英偷营，把马都牵走了。宗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。真的？哎呦，宗保啊，宗保，你丢不丢人呢你啊？这盔甲刚被人砍了10几刀，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。不许笑！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，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？笑什么笑？再笑把嘴缝上！
哎，去哪儿你？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，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克寨。